距离已经小于3公尺，就是说，他这个车轮如果压进来的话，跟我们的距离是小于3公尺，所以这时候他就要躲在我们。根据交通部统计，台湾的交通事故大约有6成发生在路口，因此交通部也将每当9月定为交通安全月，希望透过主题性强化宣导，唤起个人交通安全意识。在7岁活动中，台南市警局经规划无号志路口甲行人路口安全体验，邀请小朋友、社区民众以及当咧考驾照少年朋友亲身的体验，希望就此提高大家交通安全警觉性。9月呢，是我们学校陆续开学的日子。交通部也把9月呢定为交通月的交通宣导月。那我们警察局跟我们教育局、跟我们交通局一起来合作，来扩大我们交通安全宣导。其实这几个局处，包括我们那个监理所监理站这边都是我们档案汇报的成员我们一起协力如何扩大交通安全宣导。我想我们一直在强调人权、尊重生命交通安全更是我们展现尊重人权跟生命的一个很重要的实践。市府表示，对着行人安全，近期来更会加强执法。将长期的目标会为工程面向做道路改良以及交通设施改善，同时也会加入社区、学校、各民间团体来做宣导。交通安全必须要由工程、教育、监理、执法等各面向合作，营造民众守法礼让文化，实现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的目标。记者张世维采访报道。